經書講在羅馬書第4第7節，最得福最快樂係講自家嘅嘴，自家嘅錯，定下面係定人良係，各樣嘅錯處，各樣自家犯法對上帝嘅真理，對上帝嘅法律，自家最快樂係講上帝原諒自家嘅錯，原諒自家嘅罪。羅馬書4第8節有講到，最快樂嘅人類，就係人嘅錯處，上帝冇信事，上帝冇信數。意思嚟講乜嘅？上帝唔會看人嘅錯，唔會看人嘅罪，最係最得福、最快樂嘅人。你阿會得，就係愛自家日謙卑嘅心，你相信耶穌基督。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自家得到你最快樂嘅方面，因為到每人當日相信佢，你嘅心中你越相信，你嘅口你越信任，耶穌基督係你上帝，係你救主，你嘅錯，你嘅罪，就本佢赦免hết，所以呢個經節講自家啲，自家最快樂、最得福嘅人，就係在上帝裏面，因為自家。各樣嘅錯，各樣嘅罪惡，本佢赦免hết。嗱，係咩？自家最愛得嘅，因為到自家講要罪惡被到，自家熱天在上帝面前，上帝唔合意。這樣人自家相信耶穌基督係個上帝，係個救主，因為佢做了本自家死在十字架，復活了，為了咩呢？為了自家得到永遠嘅生命。阿門。